Hello，我係 Albert，今日好想推薦一部4合1嘅靚聲 Hi-Fi 機俾你，而且用我嘅名咧係做品牌嘅。點解咁大膽啊？因為我好有信心咯。嗱，點樣4合1法咧？第一，你同我屋企係咪仲有好多 CD 咧？好多珍藏珍貴嘅 CD 喺街咧，而家好難買到 CD 機，或者你嘅舊 CD 機咧已經壞咗，所以呢一部靚聲嘅 CD 機咧啱晒我哋。第二咧就係我亦成日咧用我嘅無線電話咧就駁落去，用藍牙射入去就得啦，可以聽你自己中意嘅歌，食緊早餐又聽得，瞓緊覺又聽得。第三咧，如果話學年青人話，喂，啲手指我用手指喎 USB 喎，一樣有呢個功能。但係最重要聽電台咧，聽我個節目啊嘛嚇，電台播放梗係正啦。4合1嘅 Hi-Fi 機咧，除咗有4種功能之外咧，我就中意佢夠靚聲，因為我做咗50年音樂，40年唱片監製，做咗無數咁多唱片，一定要過咗我呢關，過咗我呢關就為之靚聲有信心。咁啊咁多嘅功能咧，全部就集合喺呢一部機，而呢部機咧就係咁大，唔需要掹個喇叭出嚟，絕對唔阻訂嘅。咁我其實揾咗好耐，終於揾到呢一部機，梗係啦，唔可以太貴噶嘛嚇，我只憎太貴嘅嘢。如果你係中意聽我唱歌咁啱，我送埋隻喺街冇得賣嘅 CD 俾你。OK， 記住4合1嘅靚聲 Hi-Fi。誠意推薦。